哇！旺角車仔麵58蚊有12個餸，煎釀三寶25蚊有成15件咁多。元朗老牌車仔麵41蚊有成14款餸，真係抵到爆啊！大家好啊，我係小黃，又要努力拍片賺點擊買大屋俾老婆啦。講起香港地道美食，我認為車仔麵就絕對佔一席位。車仔麵最大特色係客人可以自由配搭麵底同埋配料，再加埋特色醬汁，就成為一碗地道美食。經我出盡奶力明查暗訪，原來有2間車仔麵店，車仔麵都係勁大碗噶，超多材料，但係價錢都係佛心噶。至於抵食係咪等於好食呢？今集同大家去實測一下。第一站嚟到旺角揾食，朗豪坊可能大家就去得多啦。隱藏喺對面嘅旺角熟食中心，行過路過隨時都會錯過，因為比較隱蔽啊。話說近日有間新開張嘅車仔麵，2餸33蚊，3餸38蚊，重點係有一個大招牌麵58蚊就有成12個餸，仲送飲品添。其實呢間車仔麵店呢都唔可以講係咩新店啊，因為佢本身就開喺觀塘宜安街街市，因為街市要改建啦，所以就搬到嚟呢度。搬到嚟旺角後啊，由於租金上升，無奈咁樣價格亦都有所調整。小招牌麵指定8款餸48蚊，大招牌麵指定12款餸58蚊。呢度仲有啲小食嘅，炸春卷20蚊8條，煎釀三寶25蚊15件。據老闆娘表示啊，始終就冇咗一班熟客嘅支持，一切就要從頭做起，生意就比以前相差得遠啦。猛虎不及地頭蟲，跨區後又未必太多人認識，決定嚟支持一下。大招牌麵一碗就集齊12款嘅指定配料，簡直係車仔麵界嘅復仇者聯盟，真係好大碗下噶。勝在樣樣都有，如果自問胃口有限，咪叫個小招牌麵嚟食下咯。2款大招牌麵分別咧就在於豬大腸同埋雞翼尖，同埋牛肚雞翼咁解。老闆娘原先話想加多啲餸俾我噶，我話千祈就唔好，我就係想俾大家睇到實際車仔麵嘅情況。我懷疑我前世係咪印度人啊？食車仔麵我都係揀咖喱汁多。呢度嘅湯底基調係甜嘅，因為咖喱汁夠香，食之前一定要先撈勻佢，等濃郁嘅咖喱汁融入湯中，否則就好似摩西分紅海咁，甜味還甜味，咖喱味還咖喱味。牛肚我就係中意佢爽彈啦，有嚼頭嘅口感。呢碗嘅牛肚就較為硬身咗啲，肉質偏韌啊。咖喱味亦都有少少搶咗牛肚本身嘅味道，略為有少少失色。車仔麵其實我係中意食雞翼尖多過雞翼噶，因為雞翼尖可以選下啊嘛。不過牛肚就只可以配搭雞翼，魚與熊掌只好就要雞翼啦，都係一般嗰啲滷水雞翼咁咯。豬紅又係不可或缺嘅車仔麵材料嚟噶，豬紅係軟滑入味嘅，佢係一款好神奇嘅食物，同咩濃味湯底都好夾噶，食落有些微嘅辣度。食車仔麵通常對於魚蛋呢都冇太大嘅期望啊，魚蛋細細粒，原本以為係一般貨色啦，估唔到咬落去係好爽，好有口感，唔係廉價嗰種腍啤啤嘅口感。雖然魚味就唔算突出，但係有種爽快嘅口感。韭菜餃，韭菜食落係好爽口噶，除咗韭菜呢，裏面亦都有豬肉做餡料嘅。嚟到食韭菜餃就唔需要擔心俾人割韭菜。至於蘿蔔，絕對係誠意之作啊！蘿蔔係厚切大件，食落清甜爽口，冇渣嘅。喺重口味嘅湯底中有蘿蔔食下，感覺上就冇咁油膩。呢款又幾好噃，唔少人食車仔麵都中意點呢款嚟食。食車仔麵基本上10次有10次我都係揀油麵嚟食嘅，因為油麵係比較有嚼頭，即使浸喺湯裏面一段時間啊，亦都唔容易變到腍啤啤。油麵保持到麵條嘅彈性，係車仔麵嘅經典配搭。我掛住影嘢呢，啲湯好快就索晒啦，都係盡快食晒啲麵先。我承認我係做錯咗嘅男人，唔係對唔住老婆噃，係炸芝心雲吞。我錯過咗佢最酥脆嘅時候，結果浸腍咗之後啊，雲吞失去咗脆口，老虎都變成純情小貓，炸雲吞都變成普通雲吞一樣。用炸嘅食物就有呢個風險。
炸芝心雲吞食到嘅甜味應該係嚟自芝心嘅味道，芝心同肉餡混合，啱啱炸起嗰陣食口感應該會再好啲。豆卜同埋豬皮堪稱車仔麵界嘅吸味神器，原本平平無奇嘅豬皮也滿晒咖喱汁後，瞬間上神台，質地係好爽彈噶。紅腸正如炸魚皮一樣啊，直接食就夠香口，即使浸湯後啊，對於口感影響唔大嘅，係一款穩陣嘅食物。墨魚丸都係普通嗰啲墨魚丸咁咯，冇乜太大特別。時菜有菜心，因為吸收湯汁後啊，變到好似油菜一樣。大招牌麵仲會包一杯飲品添，都係正常嗰啲檸檬茶水準。煎釀三寶係一款熱門嘅街頭美食，25蚊有成15件咁多噃，一件大概就1.6666，價錢都算係抵食嘅。不過論最抵，一定係葵涌嘅江輝圍合法小食，1蚊一件都唔知點賺錢噶。呢度有青椒、茄子同埋豆腐。煎釀三寶我最中意就係炸魚蛋同埋豆腐。炸豆腐外層係炸到微微嘅酥脆，裏面呢係軟滑嘅豆腐，外脆內軟，味道鹹香適中嘅。青椒口感爽脆清新，可能係成本問題啊，魚肉嘅份量相對就少啲，魚肉就冇辦法包住成隻青椒，食落就有啲空虛感。不過又未到絕對空虛，以呢個價錢嚟講都諒解嘅。最後有煎釀三寶顏值擔當茄子，茄子上面就釀入咗魚肉，茄子係柔軟嫩滑嘅，中間魚肉嘅部分呢紮實帶有香脆嘅口感，我覺得茄子嘅魚肉係特別脆口噶，又幾好食噃，係3款當中較為出色嘅一款，2個人 share 嚟食就啱啱好啦。食完大招牌麵已經飽飽地噶啦，再加埋煎釀三寶，最後當然食唔晒啦，要打包翻屋企。前往方法非常簡單，大家可以坐港鐵去到旺角站，然後由 C 出口離開，之後由 C4 上去，上到地面後一直向前行，去到呢度過對面馬路向左手邊方向行，由呢度上去就到啦。之後我哋殺入元朗。元朗除咗老婆餅全亞洲最優秀嘅肉餅飯之外啊，話說有一間份量十足嘅車仔麵店，我哋馬上去試下。呢間車仔麵店寫住50載傳承，香港最傳統車仔麵，就知佢歷史相當悠久啦。因為價錢平啦，嗰晚都有唔少附近街坊幫襯噶。我哋睇下餐牌先，車仔麵最平31蚊就有8款餸啦，41蚊全餐，哇，足足有成14款餸咁多，可以揀唔同嘅麵底。飲品方面啊，除咗咖啡茶之外呢，加15蚊有各種嘅冰，有紅豆啊、菠蘿等8款可以任你拼嘅。今日一場嚟到，唔使諗咁多噶啦，男人老狗梗係有咁大食咁大啦，餓宴全餐，叫多碗細碗俾老婆嘅，兩者對比一下係龍係鳳就清楚得多。細碗有成8款餸，分別有豬腸、豬紅、豬皮、蘿蔔、魚蛋、豆卜、雞翼尖同埋雲吞，女士們應該都夠食噶啦。全餐有14款餸，好似大集會咁。除咗有頭先嘅配料之外呢，仲多咗紅腸、冬菇、鳳爪、魚肉、枝竹同埋香腸。以呢個價錢有咁多配料，都算係抵食。當然質素另計啦。首先講下個咖喱汁，我就揀咗小辣嘅，呢種辣就唔係死辣，咖喱汁呢就好似駕車咁一撻即着，夠濃味嘅，唔係咩高級香料層次，係最原始、最熟悉嗰種鹹香港式咖喱風味。眾多配料當中，呢碗最多就係豬皮啦，外面通常切到就一塊塊，呢度呢就切成條狀，有成8條豬皮咁多啊，切成條狀，感覺上就好似襟食啲。豬皮估唔到係咁爽彈噃，豬皮就冇油益味嘅，每一條都索晒湯汁嘅精華，係成碗麵當中嘅 MVP。豬紅嘅大細都好 freestyle 下噃，有大有細，當然好唔好食先係重點啦。豬紅質地嫩滑，係好入味下噶。大腸就唔會話好肥嘅，係爽滑有嚼頭冇異味嘅。當然最重要都係要洗得乾淨啦。斷估你都唔想加料俾你買一送一噶嘛，啱唔啱先？
車仔麵有度、味、咪3件蘿蔔，雖然論大細就唔及第一間，蘿蔔都係清甜冇渣嘅，都食得過。本身係吸味神器嘅枝竹，應該同咖喱汁就好夾，但係問題就在於枝竹煮到超腍，腍到完全冇咗嗰種爽滑彈牙嘅口感，食落仲腍過腐竹糖水入邊啲腐竹啊！呢度嘅食物都係偏腍，冬菇軟滑有菇嘅香味，好似食碗仔翅加嗰啲菇咁。我就好專一嘅，除咗對老婆之外，食車仔麵都係貫徹始終揀油麵，因為個汁夠濃關係啊，油麵就晉級咗咖喱嘅香味。有2款食物我形容為冇靈魂嘅食物，魚蛋就係其中之一啦。佢嘅賣相正常嘅，亦都爽彈嘅，可惜食落去冇乜味啊，即使有咖喱汁 carry 都幫助唔大。沒有靈魂2號有魚肉，賣相就幾長幾吸引嘅，可惜又係冇乜魚味啊，只係一件有形無實嘅粉團。腸仔除非用廉價嗰啲腸仔啦，否則都係一款好穩陣嘅食物。鳳爪、紅腸都係正常發揮。豆卜夾落去好似硬掘掘咁，食落其實就冇乜嘢嘅。豆卜又係另一款吸味神器，同咖喱汁係天作之合，係好夾噶。雞翼尖同樣係好腍噶，一咬呢就骨肉分離。但對於追求口感嘅客人嚟講呢，實在係腍得滯啊，少咗份嚼頭。呢度嘅雲吞我睇個牌介紹啊，寫住係自家製嘅，雲吞當中係有豬肉、蝦，質素還好嘅，一定係雲吞麵店嗰啲再好食，都算係有誠意。食完之後呢，哇，真係好飽。呢度嘅冰係任你溝嘅，嘢飲就冇所謂啊，女就唔好亂咁溝啦。你中意傳統啲又得 ，fusion 啲亦都得嘅。雜果菠蘿冰係我點嘅，平時嗰啲雜果冰呢，通常係用糖水，呢杯飲落去咁熟嘅，我記得啦，係我幼稚園時代食茶點沖嗰種橙汁，有種好復古嘅親切感。呢杯雜果菠蘿冰當中一定有菠蘿，至於雜果呢，又唔算話好雜噃，橙色嘅我唔肯定係乜啊，似係木瓜，另外仲有椰果，都好足料下。老婆就要咗涼粉冰，呢杯都落咗好多涼粉噶，10幾蚊都算係抵飲啊，不過味道就比我預期淡。最後介紹前往方法，坐輕鐵嚟呢，就可以喺豐年路站落車，然後過對面馬路，之後一直向前行，轉右後再向前行，去到呢個位置再轉左，前少少就到啦。簡單啲嚟講，就喺巴士總站附近。我哋做個總結啦，第一間車仔麵店1碗車仔麵能夠食盡12款配料呢，你去其他車仔麵店食，隨時都唔止呢個價錢。重點推介呢度嘅蘿蔔同埋魚蛋，雖然部分炸物就建議趁熱食，但係整體嚟講呢，份量都算係誠意十足，係傳統平穩、穩打穩紮嘅車仔麵。第二間我可以咁樣形容，41蚊有成14款餸，仲想點啊大佬？應該係全香港最平，質素就唔要求得太多噶啦。你問我好唔好食，我只可以答你係抵食。山長水遠嚟就不必啦，行過路過想試咪試咯。今集時間差唔多，記得要訂閱、讚好同埋撳埋旁邊嘅鐘仔。多謝各位收睇，開心嘅時間過得特別快，又係時候講拜拜，拜拜。